大小的结巴了0。下面请看第8页。他这你吧。第2课。用一些。4个元音。2个个2个2下去2。2下去2。2这么 A。2这么 A。2那了 O。2那了 O。用一些劳动。4个元音的发音方法。哥哥。哥哥。嘎哥哥哥。嘎哥哥。小这。小这。嘎下去个。嘎下去个。全部。全部。干这么给。干这么给。纳入。纳入。干纳入过。干纳入过。藏文有4个元音符号，用一着。元音符号不能单成音节，必须把它们和辅音字母啊拼在一起，代表元音。在传统的藏文拼读法中，辅音字母与元音符号拼合时，先读辅音字母的名称，再读元音符号的名称，然后拼出音节音。用一些的3些生就来一次。30个辅音字母添加元音符号的拼读方法。嘎个个个。嘎个个。嘎下去个。嘎下去个。干这么给。干这么给。干那了过。干那了过。卡个个克。卡个克。卡下去克。卡下去克。看这么看。看这么看。看那了过。看那了过。嘎个个个。嘎个个。嘎下去个。嘎下去个。干这么给。干这么给。干那了过。干那了过。俺个个我。俺个我。俺下去我。俺下去我。俺这么俺。俺这么俺。俺那了我。俺那了我。加个个这。加个这。加下去这。加下去这。加这么接。加这么接。加那了就。加那了就。恰个个吃。恰个吃。恰下去吃。恰下去吃。恰这么切。恰这么切。恰那了去。恰那了去。加个个这。加个这。加下去这。加下去这。加这么接。加这么接。加那了就。加那了就。伢个个伢。伢个伢。伢下去伢。伢下去伢。伢这么捏。伢这么捏。伢那了牛。伢那了牛。大个个的。大个的。大下去的。大下去的。蛋这么的。蛋这么的。蛋那了多。蛋那了多。他个个特。他个特。他下去特。他下去特。他这么特。他这么特。他那了托。他那了托。大个个的。大个的。大下去的。大下去的。蛋这么的。蛋这么的。蛋那了多。蛋那了多。哪个个呢？哪个呢？哪下去呢？哪下去呢？哪这么呢？哪这么呢？哪那了喏？哪那了喏？八个个不。八个不。八下去不。八下去不。半这么背。半这么背。半那了不。半那了不。怕个个破。怕个破。怕下去破。怕下去破。盼这么配。盼这么配。怕那了破。怕那了破。八个个不。八个不。八下去不。八下去不。半这么背。半这么背。半那了不。半那了不。马个个么。马个么。马下去么。马下去么。满这么美。满这么美。满那了么。满那了么。咋个个字。咋个字。咋下去字。咋下去字。咱这么在。咱这么在。咱那了做。咱那了做。差个个错。差个错。差下去错。差下去错。差这么菜。差这么菜。差那了错。差那了错。咋个个字。咋个字。咋下去字。咋下去字。咱这么在。咱这么在。咱那了做。咱那了做。哇个个我。哇个我。哇下去我。哇下去我。哇这么喂。哇这么喂。哇那了我。哇那了我。下个个是。下个是。下下去是。下下去是。下这么写。下这么写。下那了学。下那了学。三个个是。三个是。三下去是。三下去是。三这么写。三这么写。三那了说。三那了说。二个个二。二个二。二下去二。二下去二。二这么二。二这么二。二那了我。二那了我。一个个一。一个一。一下去一。一下去一。一这么一。一这么一。一那了有。一那了有。二个个二。
ra个热， ran 上去日， ra 下去热， ran 这么热， ran 这么热， ran 那是肉， ran 那热， 拉个乐， 拉个乐， 拉上去乐， 拉下去乐， ran 这么累， ran 这么累， ran 那是落， ran 那落， 下个射， 下个射， 下上去射， 下下去射， 下这么斜， 下这么斜， 下那是小， 下那射， 撒个射， 撒个射， 撒上去射， 撒下去射， 撒这么塞， 撒这么塞， 撒那是嗦， 撒那射， 哈个喝， 哈个喝， 哈上去喝， 哈下去喝， 哈这么黑， 汉这么黑， 哈那是好， 汉那好， 啊个啊个啊上去啊下去按这么爱，按这么爱，按那是哦，按那哦，七色，生词，看那是酷，他干那是过，懂，俺那是我，脸，恰上去吃，水，恰这么切，大，怕那是破，男，拔上去不，男孩，马个么，人，马这么没，火，下上去是，请求，下那是小，酸奶，撒上去是，水，然个日，山，然那是肉，尸体，然那是落，年岁，那个乐，梨子，年那是牛，买，下个是，死，嘎卡，字母，卡，恰上去吃，卡吃，口水，卡上去渴，哇，渴哇，汤汁，啊，差那是错，错，我们，俺那是我那是我，性质，加拉嘎拉，加拉，东西，加，卡上去渴，加渴，茶汁，伢个娘嘛，太阳，他嘛，最后，拔上去不，嘛那是不，女孩，打哪个呢？打呢？如今，咋打个的？咋的？肉豆蔻，下个是下，嘛那是下帽子，压上去有啊，板儿，擦，哇那是擦侄子，俺那是我嘛，牛奶，然这么热希望，然个日，哇那是日山，啊，加那是脚哥哥，哈，干那是哈哥，知道，压个有，干这么给也给，文字，加用。练习，即用一日在话的，共日了在话的。 4个元音字母是哪4个？你，他在讲起本短把当这个。熟读和书写课文。3. 我给名词呢，本着写个。听写下列名词。哈个，也给，热话，夏末，夹克，牙错，加了，我嘛，擦我，你嘛，我，阿舅，小，我，有啊，日，他真的弄个名词呢，轮子写个。背诵课文中的名词。